有啥无好笑嘛？大家拢无咧笑，我都紧张。我就紧张诶。感谢都没有我，人笑，太紧张咧。因为拢无人咧笑，我感觉无好笑。到底是 what happened？就是因为我先紧张，啊，我当做大家会笑的所在，大家无笑，啊，我就感觉啊是啊，啊哪会无笑，啊这今年个足好笑的。才18岁，甲咱差足济，所以感觉好笑哦，已经甲咱无共款。安尼我较有好意思去问我的宾信，嘛是，我才加伊10几岁尔哦。才几岁？系啊，宾信迄边吼加10几岁，我要安尼问啊。唔知伊有感觉好笑无？到底咱物流会过关无？来。3个车啊，拢无。要紧啦。